请用使徒圣经告白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耶稣因为信神道体，对在世玛利亚出世，对本着对得临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于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向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高读启应文第59篇，伫圣诗的后壁面，伫1105页。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高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到救。毋过，因当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当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哪尼也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这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耶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同心来祈祷。主爱的天父，我透早要找求你，因为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乐你。阮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有福分来到圣殿，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阮献上感谢，即个礼拜的看顾甲带领，伫生活中主甲阮同在，收拾阮丰盛的恩典。阮献上感谢。阮是软弱的人，有时无遵趁上帝的话，有时阮的喙齿会犯罪，做毋对的代志。无小心得罪上帝，得罪人，阮家己都毋知影。求上帝赦免阮的罪，恳求上帝为阮创造清洁的心，换正直的灵，帮助阮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赦免阮一切的罪。只是为阮当时的兄弟姊妹，甲阮的长辈，有身体欠安的，袂当来到圣殿敬拜上帝。愿上帝你嘛听因的祈祷，求你大能的圣手医治因，祝福因心灵健康。求你也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无阮之家的施传道的讲道，会当利用阮大家提升阮的心灵的造就，互你的话语踮伫阮的心内。做阮生活中永远的帮赞，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我来报告，本主日是无阮之家主日，派第一场派
是调军传道。第二场，你各用牧师来本会讲道请安，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本主日，逐场礼拜庆祝11月份生日的人，祝福大位寿星健康长寿，福杯满溢。本会用全年礼券来祝贺。下主日为圣诞牵手。听无限奉献主日，本会甲市府阁甲信望爱基金会合作举办关怀弱势活动，鼓励兄弟奉献每户500块。咱做伙来关怀油厂建中、清风附近的弱势的家庭，每户1000块，全年礼券甲圣诞礼物。敬请兄弟做伙来行动。11月26是今年度感恩节主日，本会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活动，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地点教会副堂的头前，请关怀的人记得爱带身份证来关怀。关怀的人有一份礼物，关怀需要志工，请小组长也是办公室报名。当日举办感恩见证礼拜，逐场礼拜欢迎兄弟见证分享，请伫下主日。11月12日前到办公室报名，并交见证稿。本会定伫12月初3下午4点半到5点半，伫油厂敬拜中心举办今年度圣诞点灯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有备办点心。参加的人，请伫11月19日前。小组长也是办公室登记报名。具体消息，恭喜本会李永仁、陈雅英夫妇生查甫婴仔，恭喜，愿主祝福。本会陈牧师夫妇11月初1到初7去印尼参加第2届亚洲影响力论坛，阁会到缅南做宣教交流，敬请代祷。合作社消息，请家己看。11月19日中昼，请敬拜团同工出席参加开会。地点伫3楼会议室，有备办中昼顿。告解消息，请洪牧师。两位兄弟大平安。伫还未报告告解消息之前，咱先来为着11月份的寿星来庆生。咱中间有啥物人兄弟？你是11月生日的，请你站起来好无？嘿。11月份生日好，好，咱甲伊唱生日快乐歌哈。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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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咱三家来为因来祝福祈祷，是阮听上帝感谢你，你伫阮的中间为阮安排11月的寿星，伫阮的中间，甲阮同心来敬拜上帝。主恳求你施阮祝福，阮遮的在场的寿星
有上帝你，互因逐工会喜乐的性命，领受满满恩典伫因中间。主互因我靠主敬虔对主的信心的瓦靠。愿上帝你受恩祝福因，以主名那得恩那得福。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好，请坐。而且牧师要几样代志要报告。第一项咱有报名2023年的抄圣经的活动的兄弟吼，咱以15月26进前哦，15月26进前，咱将咱的稿写好的稿送去办公室。咱若抄了超过15月26的，歹势无收啦吼。嘿，牧师嘛是教育部的部员吼，我嘛有抄啦吼。所以大家未抄了紧抄吼，新物件吼无偌济啦吼。第二咱台湾好运场的曙光，以明年的正月初一到初4举办夫妻之爱的这个夫妻之营夫妻营吼。江书记林少勋甲林思琪牧师师母吼，地点伫咱的油厂敬拜中心，费用是每对翁仔某7000块，但这7000块无包含食甲住，也意思讲你7000块纯粹就参加的费用，你参加的活动总是爱食饭的事吼，就是爱搁另外缴费啦吼，所以请咱兄弟来踊跃报名参加这个夫妻营，我相信对咱夫妻的感情各方面会搁较好势愿上帝祝福咱。咱三甲公读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到20节。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到20节。白话译本是43页，台语汉语本是44页，和合本是52页。因就到海的对面岸，到高拉省人的地方。耶稣离开阵，连面有一人对坟墓中出来，拄着伊，就是互邪神附身的，平素徛起伫坟墓中。无人会绑伊，虽然用铁链也袂会，因为斗用骹扣铁链绑伊，若是铁链互伊踹断，骹扣互伊讲碎，无人有气力通制压伊。明日常常伫坟墓中，伫山里嗷叫，将石头夹地上。远远看见耶稣，就走来拜伊，大声嗷叫讲：“至关上帝的囝耶稣，我甲你甚物感谢？我指上帝来恳求你，无得苦楚我，因为耶稣捌甲伊讲：邪神啊，着对迄个人出去。耶稣问伊讲：你号做甚物名？应讲：我名做赢，因为阮遮的真济，伊就切求伊，无得赶因出迄个地方。伫迄个山坪有大阵猪在讨食，因就求伊讲：找阮入遐个猪，互阮通入去，就允因。遐个邪神就出去来入遐个猪，迄阵猪走落山坪，撞落海，约量2000只，伫海里激死。顾猪的人走去，甲城内甲乡城的人讲，人就出来，看到拄着的事是怎样，就来就近耶稣，看见迄个犯着鬼的。就是互赢所甜的，坐地穿衫，还在就惊，看见的人将犯着鬼的人所拄着，甲规阵猪的事，拢甲因讲，
因就求耶稣离开因的境内，耶稣拄啊上船，迄个万犯着几个，求伊准伊三角去。耶稣毋允伊，讲：转去你的家，找你的亲人，将主甲你行遐大的事，甲所怜悯你的，甲因讲。迄人去，伫迪加波利报用。耶稣所甲伊行的大事，众人拢奇怪。以上愿上帝的话点伫咱心内。只是学了，请常年献歌队。你的话若善面来咸，永远插入伫阮一生。对你的话得心活命，真理虚假得分明。只是讲道，请无阮之家是传道社会边缘人，社会边缘人。两位兄弟大平安。咱今日特别邀请部分之家是传道
伊咱中间要正道。咱拢知影，无分之家伊是咧帮助食毒品要戒毒的这兄弟，甚至啉酒酗酒要戒酒的。我相信因即个无分之家对整个受到毒品、受到酒这捆绑的人，是一个真大的帮助。嘛，通过福音，要食做因的快乐。咱拍鼓啊，欢迎咱师团队。牧师各位忠实大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拄则牧师有讲，阮咧做戒毒的啦吼，毒品是一种慢性自杀的。若迄吸着毒品，互毒品绑条咧、甜条咧，走袂开。所以我因为食毒食18年，好，伫遮互这毒品甜18年，戒也戒袂起来，常常去出国深造啦，去对深造燕巢的看守所、燕巢的高级监、屏东港甲屏东看守所、嘉义港甲，关来关去，就是无法度甲毒戒起来。所以这毒真正是慢性的自杀。绑着了后，真歹戒掉。除了耶稣基督的快乐，才有法度甲我救起来了后，即卖已经18年无食薰、无食毒，就无共款。所以上帝的救赎，那圣经内底无分之家，那圣经内底的道成啦，道成共款，入去到遐，受到上帝的创造保护了后，到一个时间到，咱才有法度行出来。面对着社会，所以无分之家是一个上帝恩典的所在。下面毒品伫清朝的时代就有鸦片，到即卖的鸦片来红中白板，我年代是红中白板，苏斯康来个安怎？来个换安非他命，来个海洛因，过来即卖的新兴毒品种类就是 K 他命。所以毒品袂停啦，即卖毒品新的出来，毋免过几年袂绝迹哦，袂总无去，过几年会阁出来，一摆阁一，上迄严谨，咱一摆阁一摆安尼，毒品咧出来，所以真歹解。所以毒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啦，走私判死刑，到泰国或者是较济。印尼这拢爱判死刑的所在，但是伊有毒绑条咧，无法度，必须爱走私。所以抬头的生意有人要做，所以这毒真歹停啊！毒成瘾，迄有这捆绑的物件，毋是敢若毒尔，酒嘛有好，这酒7-11，阮内底嘛有戒酒的，嘛有戒毒的，所以酒嘛真歹戒。酒嘛真歹戒，手机嘛真歹戒，买衫裤嘛真歹戒。这我喺保险公司行过，这领衫裤阮水水我介意买无着规暝困袂去啦。有这种镜头，无这种照大来阮遐改。手机嘛共款，啥物型的 iPhone 的13个、14个、15个，新型的16个要搁出来，17个要搁出来，就伫遐咧等啦。所以车嘛共款，一只牵过一只，无法度满足。要有法度满足，除于耶稣基督。现在的状况，我安尼。感觉平安，安尼就会使所以无共款，所以吸着毒品75%的毁容率，这25内底，就是我无法度看到的人，就是死啊；，搁有法度看到的人，就是我即摆去感觉的时阵，常常拄着，就是一群人死啊，一群人拢伫感觉内底，毁容率真悬。剩下25就是死啊！伫感觉内底无拢总回落率真悬。这阮燕巢伫即个燕巢遮，迄个感觉的对面，所以阮含感觉连做伙。我毋若伫内底服侍我的兄弟，陪我陪遐食毒的人，我剩下的时间，有哪拢逐礼拜，也是2礼拜会走隔壁的感觉，隔壁的戒治所，所以。感谢上帝，有即个隔壁戒治所感觉，甲这福音拓开啦，宣扬互开，无感觉听袂着福音啦。感觉即个所在限制，你入去讲生命见证，讲戒毒改变，伊叫你莫讲信仰，但是咱无共款，你着要叫我入去邀请入去，我就是要甲信仰讲互出去，无我袂晓讲。
伊信仰内底无讲到耶稣，我都讲见证，对无？兄弟姊妹，哦，这阮合作，甲精神保护的合作的，哦，甲法院的精神保护的合作。你看嘛，我去的所在就是感觉甲陪食的，我毋是爱去感觉迄落，我即摆去感觉就是落甲耶稣基督，因为遐人无愿望，但是我要上帝甲我救，上帝甲我救起来，最大的用意就是爱我伫即地，搁即个社会边仔见人的心情上传扬福音。这就是我这是我拢入去感觉的现象。我遐有一张志工证有无？我迄张志工政法务部的感觉畅行无阻啦，无阻碍，介简单就入去啊，也免伫遐蒙东蒙西，足信任的，我入去感觉就入去感觉。但是我即个志工证、义工证，拄仔会当用伫感觉尔，捷运站高铁拢无法度，无法度优惠啊！即张伫感觉较有法度，所以我请落来，即张是咧专门伫走感觉的。哦，即阮内埔的解毒村。即阮内埔的解毒村伫丰田里，所以阮大门的今仔日你入来到阮内底有尊严入来解，嘛是要你伫耶稣基督的厝内有尊严行出去。你讲有成功率无有，有失败率无有，阮这解好逃走，因为心情歹跳的就出去啊。所以遐物感觉，迄种石墙啊量的就过啊。所以带着有心入来上好。我拢家己入去感觉，讲你若要解。有愿意要改，教我同款的话，你都毋免吵，你无保证金嘛无要紧，上帝支持你，你嘛免内底阮也无得收费用，三顿伫遐食伫遐住，你带着心入来就好啊。哦，我要甲耶稣基督互你尔，所以阮这解毒村就是安尼，来，这阮青少年的儿童学园，哦，中辍生嘛吼，这18岁下的，法院。保护官拢有一个机会来到遐，所以这囡仔有当时细汉就会听到福音啊。这青少年，这阮青少年村，这我现在建造的迄落啦，解毒村会当讲哦，外国在走，这个解毒村上好上舒适啊。所以这个解毒村入来才解有福音，搁这个遮舒适的所在来解袂起来，叫对就解袂起来啊。哦，所以阮这个所在解舒适，上帝安排，法院。这个所在，互阮来无文之家民营的来经营哦。福音解毒帮助人，人讲啊，福音要安怎解毒？足侪兄弟姊妹教会人咧问啥做福音解毒？啊，就入去到遐，规工爱灵修，规工爱读圣经就对啊啦。你较早有毒品绑掉的，你今仔有耶稣绑掉的啦，同款意思俩。互你的整个的价值观，哦，无同款。找回你的价值观。下面，我要请一个阮的迄个伫遮伫阮无文之家已经4档外5档外的弟兄来讲一个短短的5分钟的见证，太像了。有书传道，长老、执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叫蔡太强，我就是食新兴毒品，去互新兴毒品捆绑17年。我也真感谢上帝救赎我。我会记得我较早伫我的房间内底，我咧食药的时阵，我的小妹伫外口咧替我祈祷。当我拍开我房间的门的时阵，我看到我的小妹咧替我祈祷，迄阵呢，我是更小更生气，我就甲阮的小妹讲：，恁愈替我祈祷，我愈对着黑暗，恁莫阁替我祈祷啊！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我拜托你。但是我的老母伊无放弃我，伊定定甲我的小妹讲：，咱爱对咱的上帝有信心，咱爱相信上帝会改变你的兄哥。但是这个改变煞是一件非常漫长的时间。我会记得我伫咧106年，因为我使用足侪毒品，我食甲规个人无成人，去互送入去凯旋病院。有一天暗时，我伫咧保护房，因为我拢爱互绑起来穿坦克。
我犹搁伫遐咧大声咧吼黑白话，我拢会讲叫因放我自由，因讲袂使，因为你的黑白弄黑白安怎会，你伫咧保护房就好。伫迄天暗时，阮的国阳牧师伊来看我，伊出艰苦的，伊甲迄护士小姐讲，伊是人，请你家放开。护士讲袂使，但是牧师最后也是听阮牧师的话，甲我放开。牧师揽的伊甲我讲，囡仔，我看你安尼，牧师的心足疼。你互你家己一道机会好无？你莫阁用你的方式，要来证明你有法度解药啊！你无法度，牧师带你去买解毒村好无？我迄阵甲牧师讲无可能，我食甲变痟的啊！你莫甲我讲这。但是牧师伊对我讲，伊对我做一个足底的祈祷，伊讲。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迄句话，迄阵插入我的心内底，我像来去互顿着。我目屎嘛流落来，我最后甲牧师讲：牧师你去安排，我听你的话。迄暝我只有困3点钟，但是我真感谢。迄个时阵可能是上帝的光，已经慢慢接入我的心内底。过无偌久，我的草根主任。伊嘛来看我，伊讲我互你一摆机会，我互你去买解毒村。迄阵的我大小便有当时拢失禁，无法度去治理。但是我也是感谢上帝，互我有即个机会去味甲无分之交。但是当我去味无偌久的时阵，我着甲弟兄来发生冲突，我着来离开。当我离开无分之交的时阵，我等去到厝。我拍开我的门，我要出去外口的时阵，我听到阮爸甲阮母啊讲，即个囡仔无可能会改变啦，莫阁甲我讲啥物上帝会去改变啦，伊阁要去找药啊。我迄阵听到即个话，我足艰苦，我去弄阮小妹问，我讲妹妹，我明仔载想要阁转去解毒村。我也真感谢遮个老师同工，也是遮个牧师。来一步一步引带我，我为一个袂晓也扫手扫涂骹的人，我若拄着任何代志，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袂晓做，我无爱做，我无愿意去面对。我的草根老师定咧甲我讲，这就是你生命中的问题。你大概若拄着问题，你拢要逃避，你即世人就伫咧即个轮岗内底，你爱学会晓祈祷。你爱学会晓相信上帝，爱晓上帝去甲你引带，爱听耶稣的话。你做无好袂要紧，一摆、两摆、三摆，有一天你会做好。就是安尼，我开始去相信即个上帝。当我看到圣经的时，我目屎流落来，因为伫咧出埃及记讲，你爱友好你的士大人。保罗嘛讲，这是一个应允。我想着我的生命是真安尼败坏，一遍一遍的伤害着阮厝的人，我的老爸，我的老母。当我想要友好时，我已经无机会啊，因为阮老母已经是大肠癌末期。但是我也是感谢上帝，一个即个时阵，伊的光阁接入来阮兜，互我伫迄个时阵，为春假会当去照顾我的老母。当我看到阮老母用伊要生命要结束的时，甲我问讲：你敢真正有改变？我甲伊讲，我毋敢讲改变，但是我会好啊，伫迄无分之家听遮牧师的话，互牧师来安排。也真感谢即个时阵，因为阮爸爸也看到教会对阮兜的即个伙爱，伊也慢慢心嘛柔软，嘛来相信上帝。也真感谢上帝的引带。互我即马伫咧无分之家，我学会晓饲鸡啊、饲鸭啊，会晓带人看病，甚至会晓煮食，这拢是耶稣伊对我的教导。透过遮个人、遮个代志，包括我甲人的冲突，包括我生命的黑暗，伊的光渐渐照，互我即马愈来愈喜乐。啊，我也愿意将我的生命，互主使用。互主来
用我。但是我知影要顺服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但是这也是我毕生爱去学的，因为我感觉我即摆的生活，甲较早比起来是踏实平安的，这是我生命的见证。感谢。迄个太上啊，弟兄弟食毒，食到讨笑的人来咧讨。老爸是医生啦，而且迄个中医师啦，我若替伊拍一个广告的，医大的中医师啦，老爸因为会改变，老爸因为查囝不三时伫祈祷，所以老爸伫顶年伫今年阮受洗是阮教授受洗，看到实全教会兄弟姊妹伫伊老母带院办追思礼拜。规个教会拢参杂落兄弟姊妹的关心，互因老爸柔软的心，最后阮信耶稣。咱进伫油厂长老教会，因老爸进伫实全教会伫聚会。伊的小妹陪伊陪遮侪年，所以伊的小妹嘛看到因大兄伫遮的改变，所以因小妹最近嘛入来阮的无文之家的办公室伫服侍伫即个团队内底，所以一个得救。规家伙拢得到上帝介大的祝福啦！你看，佮甲因小妹带咱办公室，佮加一个团队啦。这拢是上帝的祝福。我今仔日咧讲第一幕社会病仔见人，即张相片对较看会到。那依咱真病仔见人，足恐怖的人，足垃圾的人，对较看会到。食药的人的心真伤。流浪汉较看会到啦，网家较看会到，所以我伫网家伫实习的时阵，我伫实习照顾的人、服侍的人是流浪汉，所以我伫遐3冬，伫遐咧照顾流浪的人，上帝囥伫遐，所以伫遐的时阵，我会当讲是网家即个所在的副帮主啦。阮牧师是帮主，丐帮帮主。我看到伊安尼服侍者，我这也无成果他会拢在伫遮伫服侍翁仔某，所以我嘛互伊看因安尼咧服侍真感动。我3年当中伫遐学嘛学介济，所以伫流浪汉的身躯顶咧服侍因，嘛真做我真伫陪伴我真爱食毒的、食酒的身躯顶真好用。你啊，即个日头赤影影，2-3个月无洗身躯，上帝透过牧师甲你讲，时团刀。你甲洗身躯，惨嘛？敢3-5趟起来尔，我上爱啉一罐大罐酒，吐到身躯臭酸夹夹啦。上帝讲你着爱甲洗身躯，所以咱着爱甲洗。这是一种的磨练，一种的操练。福音解毒的当工嘛是安尼，听是上帝的命令啦，毋是我家己会听，我听袂落，遮无可爱，背个定定要拍我要听你，所以听是上帝的命令。爱听伊社会边缘人，你甲看，伫即段圣经节内底，耶稣到吉略森，各位入去到遐，毋是从半工，毋是讲顺道过呢。耶稣去到吉略森即个所在是，咱台语在讲半工，半一个工，感动即个工，我必须爱入去吉略森即个所在救即个人。所以我定定有这感动呢。我当时感觉足无爱入去，但是拢不入去嘛袂使啦。所以迄种的感动，半一个工去探访伊，半一个工去考劝伊，半一个工去关心伊。所以伫即个经节内底，耶稣嘛捌伫撒玛利亚即个妇人人伫古井边12点中昼伫养酒的时阵，这是甲即个所在的人无交叉。是安那耶稣要入去遐，就是要救即个妇人人，互即个妇人人捌耶稣了后安怎去伊的庄头，去伊的所在做见证。所以耶稣今仔日到吉略森即个所在，互邪神附身的即个人，耶稣就是要救伊，救了后要安怎，互伊去宣扬耶稣的救恩。所以咱知影咱知影伫即个所在吉略森即个所在。低加坡的
罗马政府的统治是12个城市之一。伫古早时的科学家1970年到1972年，伫即个所在发现安怎？发现一个足大的建筑物——较长的椅子，整个的综合性4.5亩，所以由此可见，这段经节内底，这个互写，这个写信互耶稣救下了后，耶稣无伊对，耶稣叫伊等于甲因厝内的人讲，耶稣安怎怜悯你，伫你的身躯顶做的大代志。拢爱去甲恁厝的人讲，甲迄个城市的人讲，所以即个教堂的意义足大的，可见即个人伫遐安怎建立教堂。古早时阵，古早时基督教的大公会议，毋是伫耶路撒冷哦。古早时的大公会议，大部分拢伫吉拉森即个所在，外邦人的所在召开会议。叫做加克敦大公会议，上较早就是伫即个所在召开的，是安怎会伫即个吉拉森即个外邦人的所在召开？可见即个人伫当中建立着教会。变脸人状况，耶稣一踏入吉拉森即个所在，一个人伫蒙阿波大，敢有可能？蒙阿波大，敢若我捌大过尔。蒙阿波上安全。蒙阿波通缉警察毋敢来抓，所以我度过蒙阿波迄种凄惨的日子，含即个吉拉森即个邪神附身的人，拄啊好啦。惊啥？蒙恶起来，你嘛是落去困啦。迄味的今仔警察啊，拢袂来迄度，佮小啊平安，事实有网啊在定尔。即个情景我捌大过，所以足可怜的食毒，走互警察拉入。即种的情形，各方用脚镣。铁链甲扣条咧，人无成人啊，一个人啊过甲安尼，比拄啊，阮的弟兄伫分享的，凯旋边用绳啊绑起来，脚镣钉起来，迄真正一个人非常的无尊严。所以无尊严，耶稣今仔日要到遐，就是要救即个人。即个人的状况，咱知影足歹看，邪神附身，而且安怎？邪神附身，气力足大的，无人有法度制服伊啦。阮遮食药啊，绝对改袂起来啦，无耶稣改袂起来。你搁安怎甲我关，就改袂起来啦。你搁安怎伫我头前跪，就改袂起来啊。所以我常咧甲我的家属讲，人无法度改变人啦。家属，你爱先来信耶稣，认捌耶稣，替恁囝祈祷啦。啊，恁囝即个重担，恁囝伫你的身躯顶的捆绑，交互上帝。上帝要救伊也好，上帝毋救伊也好，拢无要紧。你有伫上帝遐来得到的平安啦。有当时啊入去教会，教会的兄弟姊妹袂看你的囡仔食毒笑你，甲你配烂。教会兄弟姊妹会关心你，因为恁囝咧食毒。伊会关心你，一步一步扶持你，互你大汉起来，徛起来了后安怎来帮助家属啦？家属帮助家属，食毒的人改起来帮助戒毒的人，食毒的人的家属囡仔改起来，伊大汉起来帮助食毒的家属的人，安尼真正是上帝上水的做法。所以一个人信主，有可能伊的厝内人嘛会信主。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啥物人要拜师啊？佮张罗教会听无台语，阮母也毋捌字啊。但是若因囝咧招伊走袂去，毋慢咧去甲我去点有远的哦，喊我来教会聚会哦。较定阮爸咧叫伊啊来啊，行来田啊。阮母也讲，囡仔较定要招我去教会，所以若因囝咧招，拢会去。啊，若教会兄弟姊妹咧招，拢啊摕啊，我无闲啦，我点有咧讨地啊啦。但因囝咧招。袂当走，听无嘛是爱坐大听1点钟啦。终其尾，就是耶稣做工，我的老爸老母啊，拢信耶稣。这是生命中伫我的经历内底，恩典满满，福杯满溢。一个人互邪神附身，佮摕石头来讲家己，迄已经足歹看。若伫咱社会顶、社会上来看，即个人迄种的状况足恐怖的啊，毋知要安怎来形容啦。伫山顶遐乌白发，
喊甲大声细声，喊甲规个庄头的人无法度伊。即个人废人啊，骹口手脚甲定咧底话啦。中东即个所在，蒙阿波拢伫咧山洞内底，遐嘛会当住人啊，嘛是人过身去咧囥的所在。哦，下面咱来看，耶稣问即个互写神附身的人，各位，耶稣问伊你叫啥物名？伊也无讲啥物名，伊讲哦，好本讲军团，咱拄仔看的讲营。一个营我捌做编过，但咱台湾的一个营就几个，到迎宾1、2、3，到要5、600个啊。罗马政府统治的时阵，一个营要4、5千啦。所以，这个写神附身的人，毋是单一附身尔，规山坪的安怎写神拢附身伫这个人的身上上，无就是安尼，较会切落皮，遮恐怖。但系伫这段经节，互咱看到安怎耶稣的疼。伫即个物资猪仔的身上上，外邦人，吉拉心即个所在，毋免一个所在咧饲猪尔呢。即个吉拉心即个所在，耶稣一个讲准邪神去附身伫遮猪仔身上上，迄是空前绝后，互你惊。2000几只当时落海人，这偌恐怖呢！投入河人，这偌恐怖，这他有法度啦，咱看到。啊，毋是讲一个所在就饲2000几只，吉拉心即个所在，到要家户3家姑4百户，就饲猪啦。猪是因吉拉心即个所在的经济来源啦。当投入河2000几只，要有咱看到啥个？各位，一只猪仔，若1万5块，2000只偌济？我家己有算过啊，3000万啦。阮3工前去淡薄，阮淡薄迄个退休会的时阵，头家招待阮就是烘猪啊，招待阮烘猪，我敢问讲即只猪仔偌济？15000啦。所以可见3000万甲一个写神附身的人，耶稣准写神去投伫遐猪的身上，互咱看到耶稣。金钱袂当买一个人的性命啦。虽然伊是食毒，虽然伊食酒食甲足歹看，虽然伊是流浪汉，耶稣同款有设立教会，关心伊。这就是我3年伫流浪汉遐咧传福音，我无传福音无人听，啥物人要传福音有人听？外口人看伊无起啊！你捌看过流浪汉办做4礼拜无？毋捌看过啊！我定看到啊！你捌看流浪汉受洗无？受洗啊！伊嘛是耶稣的囝啊！我嘛带2个流浪的来阮遐解酒呢，啊，搁去读册呢。70岁啊，还得70岁啊！那我70岁，我啉酒啉到我放我死啊！咧流浪啊，对无？伊70岁搁有望叫我救伊的，带伊来解酒。70岁啊，还要搁去读培训啊，搁读2年的这。虽然教了拄久，无嘛拄我毕业啦。教阮去爬千外1300公尺的山爬起哩咧，70几岁啊，食酒，伊嘛是要有望有时间，若继续教会会支持阮，由阮带导，我希望有一日会当带伊来遮，互伊大遮做见证，做伊安怎流浪偌久，流浪15年啦。啊，即嘛生命身体拢变甲介好，哦，所以伫即个经节落，咱看到耶稣看重人，毋是看重遮个。前生3000几万，浪子回头金不还呐！钱无法度买人的性命，钱也无法度买人的性命吼，就免耶稣啊，就足侪人改变的。所以耶稣看重人，虽然圣经讲人比啥个较恐怖、较罪恶、万密，人比万恶都诡诈、诡计、多端，但是伫耶稣，咱是有上帝的。上帝的样式所造，所以上帝特别听咱犯罪，上帝耶稣基督特别要救咱。不管流浪汉，不管是郭台铭，不管是啥物人，不管是美国总统，不管是伊电视外悬，不管伊外加站，社会边仔基人，上帝拢救。所以上帝设立这个无分之家，就是要阮的目标，就是救这个艰苦人。教会。可能较无法度去体会啥会叫做福音解毒，但是你会当为阮带导，
这个第一线阮来做啦，恁做阮背后的后盾，因为咱拢是伫基督内底共家伙的人吼。当这个互社神附身的人，吼，即款的情形，规结了心的人惊到，一个报5个，5个报10个，10个报100个，报甲规城拢知影讲，这个互社神附身伫山顶画的人，既然有法度安怎？第3节甲咱讲，衫裤穿伫遐，佮坐伫遐，佮伫遐听耶稣在讲话。这叫什么人会惊到呢？这个人是何等的能力，互这个按画家、捆绑、卡了、石头牵甲全伤的人会改变坐伫遐。阮这个解毒的吼，较早拢掠蛇重的啦，注射呀有无？即摆叫阮倒我读册吼，伫遐听圣经啊，夹笔吼，足大的反转啦。啊，佮穿甲我若无讲我18年食毒，你嘛袂相信我食毒，对无？自我迄落一个，我嘛是生做袂歹啊！你看咧，靠可能会食毒，对无？但是就是安尼，我着真正食毒食18年，所以耶稣救我，甲这些衫裤穿的人，我解毒了后，解10几年，阮厝的人还毋相信我呢。当然啦，结了心的人信袂落啊，随时佫会笑起来呗，随时佫会去食毒呗，所以我的厝的人10几年、15年，较了啊淡薄仔相信我。弟兄无遐紧相信尔，年半恁母也着相信你哦，恁爸着相信你哦，恁某着相信你哦，恁囝着相信你，无可能啊！你讲伤害遐深，上届无得爱10年。我连我娶某，阮爸着喷警伊呢，台语叫喷警伊啊。走啦！佮阮这个甲带转来，你主婚人，恁囝娶某你佮走，但是伊介欢喜啦，伊毋知要安怎伫遐做主婚人啦，艰苦甲伊讲一句话啦。阮的牧师另外一个牧师听着甲我讲，我知影，因爸伫遐，恁爸伫遐念安怎呢？那因母啊，伫咧的时阵毋知偌好啦，因为这个食药仔人、管过的人改变有法度娶某啊。所以是即个足大的祝福，因母啊，若伫咧，即个听伊的老母若伫咧，毋知偌好啦。所以我有一点仔遗憾，就是我娶某，阮母也无伫的啦。但是无遗憾，就是阮母也信耶稣啦，介大的恩典哦。所以讲哦，伫遮，吉拉先即个人看重的是经济面，所以因无爱耶稣，信耶稣，毋是讲来阮无分之家，逐个就信耶稣呢。差不多10个啦，8成啦，8成8个，吼，信耶稣，有诶，这个耶稣上帝的时间还未到，所以叫了什么人记住耶稣，记住耶稣。第3节内底咱看到，长期伫即款环境，今仔日耶稣甲改变，即个能力伊家己知影，改变家己知影，所以耶稣。伊要对耶稣，但是耶稣伫个身躯中的用意，毋是要互你来对我，你爱甲福音。阮这弟兄嘛共款，你爱甲福音改变，传转去互厝内人，互厝内人嘛得到即个救赎。所以我吼，迄当阵定伫想啦，阮食毒食到阮母阮4界共借钱，为着阮500、1000咧借，500、1000咧借安尼啦，借来我食毒，毒若住落。目屎就流，无法度，我又白掉咧啊！阮母也定甲我讲一句话：老母若脚亮得哩，目睭开落，你会做乞食。感谢主啦，互我会当有机会来改变。所以改变的生命，就是爱互拄仔咧分享的共款，互上帝使用啦。上帝救我是要啥物？伫即地，我虽然无法度服侍大学生，无法度服侍硕士，无法度服侍博士。但是我服侍就是这足加赞，人看人惊，鬼看鬼惊的人啊！这个人我就是爱服侍，耶稣会听，叫我伫这个身躯顶。所以但愿伫这个经节内底，咱阁有还未得到的名，
还未介济的人，感觉介济的人还未信耶稣的，所以耶稣的听，半工入去救这个活蛇神父神的听。耶稣的听，人比一切的事物较重要。耶稣的命令，互万民做伊的门徒。我希望栽培这年半了后，送伊读册，毕业了后，和我成为伙伴，同工，搁去安怎？一代一代传承。希望我18年的解毒，18年食毒，18年解毒，拄啊36年啦。18年解毒，18年食毒。希望教会兄弟姊妹继续替阮代祷，因为这个服侍救灵魂的工作需要恁代祷，需要恁不断为无恩之家来代祷。希望后明年。搁加2年、加3年、加4年、加5年，到18年，逐年拢有一个穿西装的，这食毒的人改变了后，穿一身西装来教会分享，来教会宣讲上帝的话，来教会做见证。但愿兄弟姊妹有阮无恩之家，来对感谢你，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看去到。世上艰苦人真多，你救万民嘛无，因为阮卑贱危害社会，危害无荣耀你的名，就来放弃阮。感谢你设立无恩之家这个所在，互阮会当伫遮热爱到遮做学员的新上上，伫初信的时阵，你就用你的话来养生阮。互阮会当一步一步熟悉耶稣生命持续来改变，成做上帝的代言人。主，你的话真正是上个甜蜜的蜜同款，才会长甘蜜甜。但愿你嘛继续引带阮伫无恩之家即地内底，一个一个互上帝改变，一个出去为上帝宣扬福音。嘛为油厂长老教会来献上感谢，感谢上帝，有教会安尼来支持阮，感恩上帝嘛祝福油厂长老教会的牧者兄弟姊妹伫上帝的厅内底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祝福满满，伫工课、伫家庭、伫信仰内底，拢有上帝大大的祝福。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吟回应诗468首，请起立吟全首。今
阮即是由愿徛咧，咱第一来进行咱的公道。第一项，咱也为着无恩之家遮的同工牧者因的辅导的对象来祈祷，希望通过咱众人的祈祷以及咱金钱的奉献，成做因背后真大的帮衬。咱为着无恩之家来祈祷，咱也为着咱教会地下整建的这工程来祈祷，恳求上帝来带领。咱也为着咱进幸福小组各小组拢在做这报道事工，为着福长，为了咱同工来祈祷，恳求上帝带领。咱也为着咱陈牧师、牧师娘因今日要去对亚扎达转去到缅南迄中间要进行宣告的这季节咱为着这牧师甲师母因的出入一切平安来祈祷，咱举起咱的双手。咱大声喊三声主，咱大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所我在恳求你，是阮来带领，祝福主啊，你祝福我的台湾，特别明年台湾总统的大选，主你亲自来掌权带领，让台湾行向上帝你所应允祝福的国家。主你祝福阮，互阮台湾的选举，以主你的国外面有平安、有公义的这手术。主啊，恳求你是阮来带领特别阮将今日来到阮中间的无恩之家，阮的牧师、传道、正同工来仰望你，愿上帝你是阮管顾伊。主啊，通过阮正人的祈祷，成就因背后的帮衬。主啊，互因所做的会让帮衬更加济受毒品、受酒精酒的捆绑的这兄弟姊妹得到头棒，互因通过福音得到救恩，互因的性命对头到尾换新，成做新创造的人。主恳求你是阮带领的帮衬，祝福阮的地下室的整建，阮整个的工程，主你亲自带领，互阮所做的拢为着阮将来为上帝你做工，好财主，为你做更加济荣耀上帝的事。愿上帝你带领带领阮各小组这个推动幸福小组的事工，愿主你帮助阮的福长、阮的小组长阮的同工，会晓同心合意，为着福音来呈现，得到灵魂得人拿得去。主你是阮带领帮衬，互阮的幸福小组福长来带领下面。主啊，互阮所做的来因跟归你，互人的灵魂得到救恩。愿主你是阮带领地方祈祷。是了，恩典，天愿上帝，阮以主你面前献上阮满满的感谢，感谢主。通过今日早起，阮无恩之家是传道的分享，以及阮兄弟的分享，互阮听起福音的大能，是要互一切相信的人。主啊，恳求你帮衬，通过因微信，通过因投入福音戒毒戒酒的事工，帮助更加侪人来对头到尾的更新改变，成做新创造的人，嘛见证耶稣基督你的福音的大开展，唔那救伊，嘛救全家的人。主你带领帮助阮幸福小组，阮的福长，阮的同工所做的，愿主你坚固，阮也将地下室以及阮所有工程交托你，愿主你管顾所有一切工程做的，为利益阮将来为主你做更好的工的环境。主你也带领阮帮助阮，互阮伫主面前有主你满满的手术，阮将阮的牧师甲师母因伫印尼这个事工，仰望你，愿主你保守因伫印尼这出入一切拢平安。愿因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那个我无恩之家要献诗。就要继续时光练习。
请技师收奉献。主爱天父，阮感谢你建立无云之家，来会当做你的事工。主，你也大大祝福伫因当中，纪念因所做的事工，30倍、60倍、100倍的稳定，大大祝福伫因的机构内面。主，我嘛感谢你，赏赐阮伫属龙工商，拢有好的智慧财的能力。阮奉献淡薄的金钱，做教会传福音事工的路用。愿主接纳阮的奉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祝福财遣，咱吟397首。请阿牧师祝祷。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的祝福。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伸手，愿全能上帝、爸、囝、圣神恩典照恁得面，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请坐，默祷闭会。